3月17號學界精英賽，協恩中學費事影咁近，而家啲賽呢度報道。去衝線，我都落去跑下先，費事咁講。嗰塊經典，唔知陣間有冇直播？幫佢哋攞。陣間呢一度就係起點，陳柏賢第一嗰個德望學校嘅，佢哋會太早熱身。跟晒啲之後咧，分1、2、3，停！男子組 testing， 所有女子組如果呢個，嗱我哋都1月34，各位同學早晨啊！我哋女子組咧將會喺10點半開第一槍嘅。咁而家咧，我哋嘅裁判同你做緊咧有關嘅工序。咁一路咧比賽嘅時間，大家有啲地方要特別留意嘅。第一點就係咧，你哋咧喺呢個運動員起跑之後，你必須要林 keep 住。第一啊！加油啊！加油啊！柏賢！ Go Clemens, let's go! 頂埋佢啊，林林！頂埋佢啊，追到㗎啦！仲有一條大斜路啊 Let's go! Empty the tank, Clemens! 頂埋啊！ Good girl, keep it up! 加油！繼續向前行啊！係啦，起一起身係啦，唔好咁快停低啊！繼續向前行，係啦，辛苦晒啦，係啦，做得好好啊！咁多位同學仔，我哋繼續向前行啊！精英啊，真係。So you all do a great job, and please keep go forward after you approach the finish line. 係啦，繼續向前，係啦，繼續向前行啊！係啦，不要喺呢個嘅終點區域停留。得嘅，自己行。好啦，如果現場仲有係參加男子組，搞笑啲咯，就佢壓住咗你。點啊？嗱，睇嚟啦。
講唔切添。Oscar 第三啊！好，我哋第三個跑嚟上啦，喂！你嘅，跑埋去前面，左彎內彎，第五、第六、呢邊內彎衝啦，有鬼啊！呢個第七，真係㗎。阿 B 加阿 B， 阿 B， 喂，爭名次啊，快啲啊，第幾個？第幾啊？呢啲？中學、天主教新民中學以及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請大家俾多啲掌聲佢哋，因為佢哋今日都嚟到我哋嘅現場呢，都先可以令到我哋今日嘅賽事得以完成啊！係啦，可以望向我哋中間嘅攝影師，係啦。好，再望向手機嘅位置，係啦，可以再影下。好 ，OK， 唔該晒，咁榮幸邀請到係有2度完成到香港4徑超級挑戰賽嘅廖科樂先生嚟到現場為我哋頒發獎項，有請廖先生。好，首先我哋會係頒發女子組個人獎項，第10名賽馬會體藝中學李子柔，第9名協恩中學嘅何詠柔 Jessie， 第8名協恩中學嘅楊曉柔，第7名嘅拔萃女書院杜子榮，第6名順德聯誼總會雍幼中學蔡慧喬同學，之後第5名係協恩中學余朗晴，第4名協恩中學嘅鐘卓林，第3名協恩中學嘅吳月希，佢嘅時間係15分鐘37秒。第2名 The Second The South Island School Williams and Clements Avenius Clare. The time is 50 minutes 33 seconds. 第1名嚟自德望學校嘅陳柏賢 Katie， 佢嘅時間係15分22秒。請大家繼續以熱烈嘅掌聲送俾咁多位嘅同學仔，亦都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同我哋嘅同學仔一齊影張大合照先。係啦，可以喺中間嘅位置。好啦，先望向我哋紫色背心嘅攝影師。係啦，我哋再次邀請咁多位俾熱烈嘅掌聲，咁多位同學仔啊！今日小息嘅天氣非常之炎熱啊！好，我哋再望向中間嘅手機。Come from the West Island School, Top Back Elias。第6名係嚟自拔萃男書院歐卓瑤。第5名同樣嚟自拔萃男書院嘅譚子喬，第4名係嚟自余振強紀念中學何俊亨，第3名季軍嚟自拔萃男書院嘅温澤仁，佢嘅時間係21分鐘16秒。亞軍同樣嚟自拔萃男書院嘅歐浩俊，佢嘅時間係21分06秒。好啦，係時候送上更加熱烈嘅掌聲，送俾冠軍賽馬會體藝中學黃樂琪，佢嘅時間係20分鐘53秒。好啦，我哋再次邀請樂 Sir 嚟到中間嘅位置，同我哋10位嘅得獎者呢影翻張大合照先。
好，精神，知道。先望過少少啊，係啦。我可以先望住正前方中間，係啦嘅手機，然之後再望向我哋紫色背心嘅相機嘅攝影師啊。緊隨其後就係今日嘅最重頭戲啦，就係我哋嘅團體獎項嘅冠軍。首先，我哋好榮幸邀請到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秘書長鄧家佩女士嚟到為我哋頒發獎項，有請 Carmen。好啦，我哋亦都會係首先頒發咗女子組嘅獎項。女子團體冠軍嘅得獎學校係嚟自協恩中學。同學仔包括係有吳月希、鐘卓林、喻朗晴、楊曉柔、何永柔、陳子純、馬爾同埋葉向晴同學仔。佢哋嘅同學仔咧，分別都喺佢個人嘅成績裏面咧，都好多個同學仔都係攞到頭10名嘅位置喎，應該。唔係擺地下。好啦，我哋亦都可以將係啦，邀請埋教練或者係老師一齊出嚟影翻張合照都可以啊！亦都喺鄧女士手上接過獎杯之後咧，就可以望向我哋中間嘅攝影師啦。好 ，ready， 一張3、2、1，再嚟啊！再嚟一張。好，不如邀請埋其他協恩嘅同學仔嚟到現場同我哋嘅冠軍分享呢個嘅喜悅啊！好 ，ready， 一張3、2、1，好，再嚟啊！3、2，好，請再次以熱烈嘅掌聲，協恩中學獲得我哋今年度女子團體嘅冠軍。獎嘅學校影翻張大合照，有需要嘅話咧，前排嘅同學仔可能要少少微進啊，係啦，後方嘅同學仔可能就要趌高少少啦。大家都係科1，咁下年其實個趨勢都係越嚟越細，咁但係你哋做細嘅時候會長大㗎嘛，係咪？咁你哋做細要點樣再孭起多啲呢件事 ？OK， 咁下年我睇嗰個陣容咧，其實好多都可能係 C grade 有，跟住就好有咯喎，你方 2，係咪？跟住你哋就科1啦，到你哋呢班啦，咁所以你要繼續提升自己嘅進步 ，OK。下年只會越嚟越難考嘅啫，你見到呢一個趨勢就係大家有進步啦，大家啲人取嘅都話考啦，然後佢哋跑得越嚟越快。咁我哋呢啲陸地運動嘅，我哋3鐵嘅，點解有3鐵嘅咧？咁我靠你哋啦，知唔知啊 ？OK， 咁今年去到呢度啦，有啲咩嘅就交到我講上，有啲咩嘅要報比賽嘅，我希望你做翻我哋講下，即係唔好去到咧臨比賽或者臨一單前或者前我哋做鐵嘅嘢，快啲，各位上，我哋講啊，好啊，喂，排嗰啲啦，排嗰啲好逼啊呢度，排嗰啲喺度，係啊，數，試下嚟準備，1、2、3，起人龍嘅出現嘅，